今晡日当欢喜，因为爱看到你，你的笑容留你的祝福，爱梦地。今晡日当欢喜，因为爱看到你，无目珠拍拍皮肤。都爱心度变成幼年巧克力，你可能的爱有几种意义，爱是暂的，跳到欣赏该日子的意，希望看白有人意，同一类爱两位。该日色飘落该风景，爱上土你，爱上土你，你可能的爱有几种意义，爱是暂的，跳到欣赏该日子的意。希望看白有人眼，同一类爱两位，该日色飘落该风景，爱上土你，爱上土你，今晡日当欢喜，因为爱看到你。风风面甲乱冲冲了那么，最第二下的就是你，最第二下的你是你。今晡日当欢喜，因为爱看到你。哎呦，我要唱的咧，分享苏看今日福起来，爱龙太家强勇当欢喜，看到俩亮傻同时出现在节目里面，我真的很开心，而且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。为什么？难得听到金曲歌后开金嗓啊，然后带着这个新的作品，徒弟可以算是徒弟了，而分享。发唱片的郑中伟，各位哥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郑中伟，嘿，还有我家讲了很多金曲歌后，欢迎郑雅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雅君。哦，你好啊，每次见到雅君哈，就有不同的感觉，不管是她的外形也好，或者是她给人家散发出来的那个很独特的气质。所以呢，你今天也要跟我们介绍这个好作品跟好歌声，唱完哈。唱。后来分享双真的合体哈，先来讲一下家唱的今晡日耶稣歌曲，係禮拜壯陽歌專輯第八度的歌曲嘛哈。嘿，錯。來先問一下，專輯第二度亞軍有合音嗎？有啊。你凭什麼？不太好笑，應該是知道制作人然後重個暗喉糖，對呀，就是想要跟他一起合唱，想要合唱，而且加了很多分。先介紹下耶穌歌曲好嗎？你喺寫嘛？好，其實你係愛提白寫歌詞的歌曲，其實愛挑先。都是跟我媽媽一起合作嘛，就是媽媽寫詞，劉玉梅女士，玉梅姐，玉梅姐，然後第一次呢，我自己嘗試就想說我寫看，就見到一個女生一見鍾情這種
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哎呦，感觉很像是看到亚军的第一眼。没有啦，我很东丢是天侠哎，我是之后才认识他。哦，鼓手公梁祖国的糖血也有一种甜甜的感觉，还蛮朗朗上口的。我刚听一遍，我就唱还可以吗？制作人，我刚唱的那一句。王公。好啦，我问一下亚军哈，我当好奇哈，因为啊。问歌手，他一定讲得出所以然嘛。我比较好奇的是制作人介绍一下，我做马那种转型啊，你都撞牛狗啊？哦，其实一开始俺都一直都没有想好一个主题。你讲俺对尊重为了为歌手，一直有一个形象在，有一个形象在啊，所以中牛狗的形象就是基本给从基安用来打扮。哦，因为。他还很年轻嘛，那他写的歌，那因为系体重转型，他就想讲，用扮演本大家一家好比较确定的印象，对，然后而且可以记住他，做得对，好确定的印象，所以他是想中有个有符合佢的几只形象到演技啊，还有佢的作品嘛，当都到故乡有关系。哦，嘿哦，可能因为用完之下一词的关系，除非想到细细时节在做嘛该吼，他也连歌唱地步读懂嘛该事情，还有感情，还有当到佢，比如讲佢的台北上班嘛，冇带的不好。台北的信州图书馆，是之后是冇的信州，从个有通法里底位有对这些形象的东西，对佢嘅歌来广东都安样的东西，所以他是想讲爱起头尊重的本来感觉系一只中有歌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佢嘅粤语底本来是想去到佢有一条好乡村。有民谣的感觉的地方，所以他我有刻意的去以轻语调线上为摊开曼陀林啊，还有斑鸠琴啊，这东西有加到起来，有我地方都嘿。你看呐，这种人讲了病还还小对。跟来除了摸一下壮牛歌，壮牛歌你对你来讲，这个名词对你来讲。这个专辑的名称也好，或者是制作人赋予你身上的，你来用歌手的身份介绍一下，为什么叫长牛哥这张专辑？其实我细时节，我妈妈老爱讲，你读书你是去种牛。嘿哟，我细直接被打败牙婆来讲，这个唔读书去种牛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去种牛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但是长大了之后呢，我是拿着自己的吉他创作，然后写一些歌曲，写客家歌曲，在就是把这个音符放牧在这个客家音乐的这个牧野上面，这种感觉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取这个名字也还不错，就而且像刚刚亚军讲的，亚军他对我比我自己还了解，对，那其实也很多朋友就是他听到《种牛狗》这首歌，就后来就开始叫我种牛狗，对，那时候可能没想太多，但是真正要做专辑的时候，要想个主题的时候，就觉得就是真的常大家都黑麦种牛狗，嘿哦，对，那以后我们就是介绍你的时候，汾阳种牛狗真中伟，哇，真好，我可以有个名号多好啊，也其实我觉得听到两位这样说，唐都廖三人讲，那种专辑出来龙太甲讲，其实。种牛狗无嘛该唔好，它其实悠游自在的感觉，就像那种转型本太感的感觉，又享受，你又可以感觉好像在大草原里面，可以天马行空，而且就是有一些思乡的一些作品，对，就是也很符合我自己的现在心情。列出那种转型，不管係自种人也好，也係故事也好，本太感的感觉，跟俺没懂后去讲，亚军已经是。金字塔顶端的制作人，怎么会愿意帮你做？因为一定很多人就是要上门拜托一下亚军，拢来做一下艺术也好，亮书也好，不过想什么样的心情，你会决定帮仲伟来做这张专辑？好，其實我第一擺到佢合作係嘅2013年有一隻比賽，係嘅。客家婚禮的比賽，客家婚禮。我啲這隻比賽出動到好的歌手，包括 Gina 也是嘛。對，還有邱連青。對，邱連青。
可是这是拄好有只机会，去到亲爱做个种合集的制作人。哦，嘿，我是，可是咧去得到第一名。第一名啊，第一名嘛啥？第一名。第一名吉娜嘿嘿，那是第一摆到去接触合作，是有的录音室到去创立各个 vocal 的部分嘛。我了之后是2014年又接触到客家电视台，又做个客家的童谣。哦，安古。嘿，安古，佢当中又创作一首海陆的、回流腔的个童谣嘅词曲，过来我开始要去做编曲，还有后部的部分、录音的部分，你系第二摆嘅合作，嘿，过来之后。讲到个做正式的时间，只会读到几？是去年就是8月的时间，我的新州加大概一名之夜的表演，可是这因为大家表演好特别，它是属于就比较大型，对，基本上应该请是为客家歌手，然后乐团共下来做演出，做一个20分钟的主曲表演。我是想讲，请自家的好朋友嘛，我拄好有到去合作两首歌曲的是请佢来唱，我介度其实咱之后其实问我讲，愿意做个专心吗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他心机还蛮重的，就亚军出现的场合，你就不停的出现，让你不由自主。哦，好了好，哎，对哈，做一下专辑，然后你就被催眠了。你讲比赛，会去跳戏比赛，跳戏做个表演哈，哎，嘟嘟哈，问一下没有？譬如说，我们说你可不可以？你每次一开始都说不可以，到最后你说啊可以。而且问一下，专辑要出来耶，要歌上礼拜度，我马上就要来评分，请问一下亚军给仲伟几分？你讲最尾出来的，就是没有啊，整个过程里面，譬如讲你搞去唱歌也好，录音也好，先讲一下。其实我对佢唱歌有激动辛苦啦，因为有被我矫正。那怎么样矫正？你先给我分数。好，先给你分数。先给我他的分数啊！你觉得给他几？1到10分，你给他几分？现在哦。对啊，先给。本上一下哦，等下讲我准了，问一下制作人本整中为几多分？大概见。分享抒看今日福起來咧，今日福起來咧，2位好朋友來先分享呢壯遊歌，曾宗偉，大家好，我係曾宗偉，人學1位咧，所以幹壯遊歌嘅條架，分享曾亞軍，諸位哥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係曾亞軍。講真件咧哦，因為我當小度到你用啥，腔樣攏講海流，我唔會講海流。你看我的表情都已經變。好，廣告回來了，我剛問製作人哈，跟曾宗偉做本給分。我跟你講，這個時候就不要客氣了，因為作品也都做出來了，是不是？當然，我覺得對於一位歌手來講，這種人本來分數實驗當重要，不過有進步的空間。來講一下，對着鏡頭給曾宗偉幾分？做 demo。沒關係，我覺得製作人要求是對的，不然怎麼會有這麼棒的專輯？5分哦，你5分，你吃到曾宗偉做最後的係乜個地方？第2張專輯裡邊度。第2張專輯裡邊度做到最好的係乜個？我因為其實被挑到一無是處，所以亞軍一時想不出來。跟你來說講哦，這個過程裡面，我覺得你們特別是莫講乜嘅，講朋友，磨合就其實要有時間了。你2擺做專輯裡邊度啊，你給他什麼功課，或者說你在過程裡面有沒有讓你難忘，或者是你對他做了什麼樣的改變？一開始前2擺他們開始做正式的時間，我對佢其實沒有熟識啊，嘛對佢唱歌了都冇當了解嘛，佢的狀況啊都冇了解。可是開始做正式以後，是會慢慢會去挑一些毛病，所以好嚴格地去彈佢唱歌的部分，但是發覺到佢唱歌可能有到
唔好的习惯，係一個習慣，我遲到可能冇當好，可能係佢就冇被駐唱的經驗長多咧，還有比賽的經驗，但可能佢的唱的時間唔會發覺到自己有用翻佢嘅習慣到問題，係，所以到錄音室的時間，你會上你所有問題都會被放大嘅，係，我從頭到尾講你。都冇被唱可能唔啲，你用翻嘅，你拍子要唱當好啊。可是你到錄音室即發覺到自己人都有很多嘅問題，可能演有啲冇準，嘛彈得出來，還有對佢唱歌嘅部分時，我想佢一個時間都喺講抖音聽到。哦，太油，唱嘛抖音，就是應該嚟講，做一轉到真經。唱歌一開始唱歌嘅最單純的曾仲偉，我們要回到那個，才也很符合你種歌嘅嗰種轉型的概念嘛。跟來說要問高數咯，問中比咯。你覺得在亞軍在這個過程裡面啊，覺得給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？因為應該一開始寫歌，然後唱歌全部是沒有很嚴謹，應該起的，就是。像錄一些 demo 啊，可能去投比賽，但是都想說哦，大概就是這樣子，簡單就好，對，簡單就好，就是我的標準沒那麼高。哦，對我來講就是差唔多現在，差不多時候嘞。不過就是亞軍的要求之下，像其實每天晚上幾乎都錄音，然後交功課給亞軍。對，就是這樣慢慢，因為其實因為我在應該台北送辦嘛，然後亞軍在新竹，所以對，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網絡這樣子，就是來來回回的去討論這些唱歌的東西。對，所以而且亞軍他就是真的很蠻嚴格的。像有時候應該從退役後，然後傳給他，他就說你啟動你又從頭摸，你走 demo 你音有，你知道你自己音不準嗎？你知道你自己拍子不準嗎？你看，他就反問我，他就說要我自己也聽得出來，才能繼續去進行。因為啊，我做做某個事情都強要你一定要先說服自己，而且你要讓自己到最好，不然你怎麼呈現給別人？就像人大概講一句話嘛，你要拍啥以前，一聽到先要一起嘎，包括自己的聲音，包括自己的音樂。好，哇，那等一下再請你給分數，你還是可以給製作人分數。跟我看到轉型樂隊，其實我前兩年就拿到轉型的哈，轉型有一首歌曲啊，就只有當神奇，而且擺在這專輯的正中間哦，很多 Jamie 係嘛啥？ Jamie 亞軍不是叫 Jamie 吧？你看朋友很多，Julia 對啊 ，Jamie 係嘛？送辦的同事哦，你亞叔哥可能下第三者哦。誰來啊？係誰來啊？我應該同時係誰來啊？同時誰來？如果你亞叔哥寫音是而家誰模啊？哦，誰模啊？其實應該唔第幾嘛？怎麼會這樣子？其實大家係一個飲料的這個廣告哦，對，請我去那個每天寫一首歌給留言的網友，哇，對啊，我覺得這也是挑戰自己的方式。我覺得相對的，對於你創作音樂來講有動態幫助哦，因為這個是一個不知道的元素嘛。對，那你還記得你寫的時候為什麼特別要挑 Jamie？ 怎麼沒有亞軍？哇，就是剛好這個 Jamie 黃，剛記得想崩Jamie 黃這個女生，她說，Jamie 她最想人家跟她講的一句話是，Jamie 你美到腦袋裡。哦，你美，古時候講你要用名有寫的東西一句話來為20歲妹下一首歌曲，真給人家哎，那可以來一段嗎？好啊，那有很多對不對？譬如說有 Jennifer， 沒有，我就是其實有很多網友啦，對，那我就是單純就這首歌我很喜歡，因為它這個也是我這個活動的第一首歌，來一攤好嗎？來，Jamie 要彈好。
亲爱的姐妹，从好人爱基本的熟悉多年，基本的心情本来都翕翕，你的出现本爱想去交水，相对听世海从日记，相对听。世海从日记，姐妹姐妹，你的爱传奇，姐妹姐妹，爱上爱吐你心，姐妹姐妹。你当多梦隐蔽，姐妹，哦姐妹，爱紧紧中意你。哦，唱迄个中央歌没有春天吼，嘿，没昨天单枪对牛唱歌，还是对姐妹唱。啊，拢讲你喊我本伊来机会的，要蛮讲的嘛。刚好，自从你本一分数，你俩有一个机会作为回报给。我要你用亚军的英文名字给我4句，你现在即兴，可以，走的哦。制作我这样考他，难，懂简单。哇，来咯，走的哈。可以哈。你也可以一直都哇，用他的英文名字就可以，都可以。我只是要我对爱的名字有4加4哦。来咯，来咯，来咯，2句也可以，没关系，1句也好。我真紧临时扣记哦，来咯，好 ，1 2 3 go。阿三，你真心动，冲出来，来，阿三，你真心动。东阳街，拿着那个老师拍个手哦，我跟你讲，迄爱吼，以前李老师的旁边，迄爱正经唱歌的爱面唔夹，这是我临时考的。老师，你觉得我可以当他的那个客座导师吗？走对了，你好惊人哦，很精准，对不对？东南，你阿咩迄爱弄总会讲爱被鼓励，因为啊，以前下次都会用买机，用买机，妈妈很爱我吧，硬要讲。然后我就会想讲，你下次的歌场里面都妈妈上班学习到多。也因为妈妈给你这么多能量，我想，特别在作词制作人上面一定都不会有问题的。出从亚军看到呀，第二词里边都有讲到，你离乡背景的感觉啦，或对故乡的爱这种，你自己在这张专辑里面，当然我们也看到你做了很多的努力，是吗？对，就是，像我其实开始写客家歌之后，也是。因为一开始可能没有注意到写客家歌是要怎么样，去要怎么开始。那后来我开始就是用山歌来带进来，对，后来有这个主题酱改阿婆、连通发这些歌曲。那后来呢就开始去研究说，要怎样子把客家字唱出来的时候，让大家是听得懂的。对，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让大家一听就听得懂你在传达什么。这样子，人家才会感同身受，对，所以才会喜欢这个歌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转来还有当到展示里边都后堂的故事，还有后堂的歌曲，莫这块。人天道，大家可以选人道。我爱是我能一朵爱祝福，因为爱想为土一太富，看爱充满满天。
地方。错每风，我思绪你面风，我本眼的心扑通扑通。错每风，我思绪你春风，我本眼只一下好梦。错每风，我思绪你面风，我本眼的心扑通扑通。错每风，我思绪你春风，我本眼只一下好梦。错每顺顺，又甜甜思乡意。海爱当然是相恋意。错每风，我思乡你的面风，我本眼的心扑通扑通。错每风，我思乡你春风，我本爱只一下好梦。错每风，我思乡你的面风，我本爱的心扑通扑通。错每风，我思乡你春风，我本爱只一下，本爱只一下，本爱只一下。哦，错每风风。给董琼恩唐廖树歌曲，董琼恩，我们好像吃了一盘那个炼乳草莓冰的感觉哈，有一点凉凉的、甜甜酸酸的感觉。介绍一下廖树歌曲好吗？你係愛周邊嘅時節寫嘅，愛其實愛讀苗栗周邊，然後那時候呢，就是剛好是大湖草莓季的時候，哦，有一家甄選表演，我記得好像有還選草莓仙子吧，那時候，有，對，然後他有一個甄選活動，我就去報名，然後我就寫了去選草莓仙子，下勾的啦，應該寫了勾以後就剛好就入選了，那再到那邊去表演，這樣就是寫說，雖然天氣很冷，但是就是內心很火熱，就是想要帶女朋友去採草莓這種感覺。想要緊密哈，踩一踩就緊密哈。哦，酸甜甜的感覺啦，錯。所以這倆各位同學就當甜嘛。不過我有發現到呢張專輯底部度啊，就像這種人講的吼，就是以鄉村為主，因為你平常時就彈吉他嘛，哈。跟我同學問亞軍，其實你會的樂器那麼多，不管是烏克麗麗啊、吉他、琴啊，第一你自己做專輯做按多種誒，你亞種專輯選去了應該咩唔係替白做歌手的專輯嘛，知道嗎？唔係就想講，唱起安陽戲，你自己對佢也沒有想法，啲歌。專輯比如編曲也好啦，想法也好，特別編曲。我當時提供你有沒有做特別的巧思啊？在中比的專輯裡面，巧思其實動到啊，其實差不多。那個我一開始我的編曲，demo 是，我用講你一聽嘿，不然要製作人幹嘛？要編曲老師幹嘛？我就會想講，你其實你在他身上，你用到的東西。沒可能，你自己專輯都唔會用到。譬如講一開始你講曼陀林啊，草帽，還有對斑鳩，還有特別像張友歌來首歌，佢話有小提琴係來嗰種鄉村的東西嘅，嗰種個當初聽樂手的時陣也很頭大，講到底哪位請到安陽軒的樂手，就在來拉這種的鄉村的那種小提琴沒想當久，係要門拍沙啦，因為每人都有錄音師。多是又聽到，這就真的是水到渠成。還有啊，單槍還編曲，還有你琴音，專輯和聲裡面下很多功夫，你都找大咖來和聲呢，找很會唱的來和聲。對，就是譬如說，找吉娜。比賽楊唔公，你就很給的配和聲，知道嗎？我覺得仲偉真的是不行啊，要找金對，開玩笑，你係製作人那個要就是巧思也是巧思，就是在製作人要求下，他對你多好。對啊，真的。因為一個用個草莓是成本價5片有糖的嘛，酸酸甜甜，它是想有一個畫面在我腦海中，是記得個
重过本家朋友读。的时间呢，旁边就嘛有人来合唱，人家合唱的人的角色系嘛该，是嘿帮他那个的嘛。那更就是要敲边鼓，对不对？所以吉娜算是很大的草莓。还好不是对着吉娜唱，吉娜罐子啊！哎，吉娜看到又要打我。当年还有朋友对礼拜都没有唱过。哎，错，对，他唱的也是，因为其实他比较少这个录音的经验，所以一开始也是有磨合一些时间这样的。不过算起来，应该讲廖庄真是第八度记录了钟伟对客家歌曲从学习到熟练到成功。好，也不能说也现在算是部分成功圆梦。对，歌场里边都有女朋友的爱，有朋友的爱，还有妈妈的爱。我觉得这张专辑就不只是制作人讲的那样了，我觉得这包含了很多感动的礼拜度嘛。哈，跟俺都赚了亚军神行咯。按叫我看到你大拜来呢，唔系介绍配啥啦哈，只会介绍好那个好音乐，你自己的好音乐呢？我自己你最近忙什么？音乐。你在忙还忙该？我忘了，还有得走。没有在走哈。其实俩是2022年发现。希望是2020之前。我也很期待，我也是你的歌迷呢，是不是？是因为俩今年是有在做比赛专辑嘛。看吼，你系莫龙丹，莫龙丹，你系几岁？係一位台流的歌手。哦，中国好声音。係好声音的歌手，佢嘛，你作品嘛做2年养出来。哦，你不要把别人拖下水哦。未安，其实佢哋2014年做嘅专辑之前是开始有参与两首歌曲，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在进行。系有爱嘅两首嘅曲的地方，还有一首有参与动作从编曲，还有钢琴的演奏，还有和声都有参与。法爷唱片嘛，你看呐，李亚志这种也很强哦，他要往世界发展，他就要做葛莱美的歌手，他是先做你了，因为有整中伟的这些经验，谁都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好啦，第一转线还忙出来以前。马家时間今比16號啊，記得20號有發通嘛，龍太下介紹下。20號為的台北公館一家 PIPE Live House。係，你喺金曲歌王歌迄個演唱會係嘛？佢係一家專門為一道有得過金曲獎嘅歌手所辦嘅一個演出，係剛開始東分喜有嚟機會做呢做演出，還有要強調對我音樂路當為最有分量的係謝宇威老師，因為佢從我17歲佢是連續機嘅嘛，佢嗰些台灣音樂就會把我拉出來比賽，所以是講有咁樣嘅機會，拄好撈金曲獎，然後有關係可以搭上是上到請宇威老師嘅做嘅特別來賓，咁你係一家售票嘅演出，所以大家係有興趣嘅話，就在上我嘅粉絲頁。哎呀，找到什麼？找曾雅君是就可以了。當位是有個售票系統嘅網址，就喺電腦裡賣票。喺忙出唱片以前，先嚟談你現場嘅演出。吼，佢種為咯，你要出唱片咧，成方面較無強樣，係咱無限，錯冇？吼，佢下來有乜個希望，有乜個發通冇？其實應該2月18號在竹東哦，應該古鄉，在竹東有做一個簽唱會，然後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到現場來。哦，現場聽眾有歌唱歌誒，錯，我傾要去嘛？因為自費去嘛？我有，秘密啦，搞不好亞軍亞出來搞下，就說哦來看出地哦。不過大家希望簽名嘅時候，未。現在講，你媽媽沒叫我簽嗎？後來有乜個整個重要訊息一樣上你的臉書粉絲專頁唱嘛？而且乜個？找曾仲偉，就是我的名字任中仲和偉玉字邊的偉，就可以找到我的粉絲專頁。係啊，神恭喜你啦！希望沒什麼那超級製作人，冇超級啊！希望還沒有機會幫你做到轉型。後來希望要轉型結果出來，好，什麼亮上來了？哦，再預祝你的專輯受到大家的喜歡，好。各位朋友啊，按到後生嘅朋友對人客家歌按有興趣，按出按道理。
最好的方法，除了去买唱片，讲一下买唱片你那边。粉丝页，对粉丝页，好不好？没错啊，记得哈，支持买唱片最好的方法。好嘞，运通一下，等下转来，莫这块。